兄弟姊妹来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7月18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72篇，阿摩司书第9章第1节到第4节，使徒行传23章12节到3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审判 （Judge）。伫中文有真侪无共款的意思。伫美国诶，这个 MLB 就是迄个棒球的比赛，纽约的洋基有一个真强的打击者，伊的名就叫做 Judge。一般咱讲，伊就是法官，但是这个英语的使用其实是非常的快。比如讲，伫一般的比赛评审，那么叫做 Judge。翻译顶悬，咱嘛讲伊是审判、判断，甚至咱知圣经有一卷的册旧约，叫做 Judges， 是士师记。这个名对咱来讲，就知影讲这个士师记的职务到底是甚物货。因是受到上帝呼召，成做以色列的判断者、领导者。阿摩司书第9章第1节到第4节的记载，我看见主徛伫祭坛边，伊讲，着光挑海的顶座，光甲基座摇动，互厝顶陷落来。洗伫正人的头壳，洗无死的，我要用刀刣死，无一个走的你，连一个嘛无留地。因若夜空钻入去阴间，我嘛要对遐甲因掠出来。那就爬到天，爬上天，我嘛要对遐甲因掠落来。因若秘伫甲密山顶，我们要甲因吹出来，掠出来。若摸过我的目睭去秘伫海底，我嘛要命令抓去甲因。因若互对敌掠去，我要对遐命令刀剑甲因杀死。我要甲因顾条条，毋是要保护因，乃是要来刑罚。上帝看见以色列人背离，就审判因。这就是先知阿摩司对背逆的以色列人所讲的预言。咱有讲到着初代教会中间的犹太人，因非常不介意保罗，所以就四界去制造暴动来对这个保罗，去迫害保罗甲门徒。甚至佮军队伊转来到耶路撒冷，然后甲伊诬告，甲伊陷害。伊必将保罗交互罗马人去判断。犹太人安尼做，虽然讲是想要互保罗接受审判，事实上因已经先审判保罗啊。认为伊有罪，并且认为伊应该受审判，判定罪做死刑。因讲若无成台，保罗就毋食毋啉。这种迷信审判的判决，不但甲家己当作判官，佫是甲家己当作是上帝啊。使徒行传23章12节到35节，安尼讲着，到伫天光，犹太人同无就绝讲，若无成台，保罗就毋食毋啉。参与这个阴谋的有40几个人，因来见祭司长甲长老，讲，阮已经发动誓，若无成台，保罗就什么也毋食。现在恁甲议会就爱通知前副长，叫因将保罗带到恁遮来，假做要详细调查伊的事。阮已经预备好，
伫伊来遮以前就待伊，保罗因为先仔听见伊说埋伏，就来到伫营楼，甲保罗讲。保罗就请一个百夫长来讲，你带这个青年去见千夫长，有代志甲伊讲。伊安尼，百夫长就将伊带去见千夫长，讲受关的保罗请我到伊遮，叫我来带这个青年来见你，伊有代志要甲你讲。天父长就举伫手到一边讲，私底下问伊，你有啥物代志甲我讲？伊讲犹太人已经约定要求你明仔载将保罗带到议会，加做要详细查问伊。你毋通对因，因为因有40外人埋伏，已经就抓，若无先抬保罗就食毋啉。现在拢准备好啊，只有等你的允准。只安尼，千夫长打发迄个青年走，来吩咐伊毋通甲人讲，伊就将这个代志报告我。安尼，千夫长叫两个百夫长来讲，准备步兵200，骑马的兵70，长枪手200。今仔下午9点往该撒利亚去，正准备精神，互保罗骑，来护送腓力斯总督去啊。这路长阁写着公文，带着讲，克劳迪路西亚腓力斯总督大人大人请安。这个人被犹太人掠的。你要去互杀害，我知伊是罗马人，就带士兵落去，将伊救出来。因为我要知因告伊的罪状，就带伊到伫因的议会去。我查伊受告，发现是因的律法的争论，并无有甚物该死，也是应该禁的罪名。后来有人甲要害伊的计谋，甲我讲，我即时将伊架送去伫你遐去，佮命令告伊的人伫你的面前来告伊。所以士兵照因所命令因的透明甲保罗带到伫安提帕底，第二天用骑马兵护送保罗，因就倒转去营楼。骑马兵来到加萨利亚，将公文呈送互总督，就叫保罗徛伫伊的面前。总督读了公文，就问保罗是倒一省人。知影伊是基利家人，就讲等告你的人来，我才详细听你。因为安尼，伊命令保罗。将保罗来关伫希律的城门内底，这是自掠做家己是判官的人，将这个人将来会去互人训读出上帝的国家，因为亲像当这时。上帝创造的亚当甲夏娃同款，因嘛追求要爱有审判的智慧甲权柄，就是安尼就去互训读出爱典。诗篇142篇，我大声求叫上主，出大声恳求上主。我伫伊的面前吐露我的苦情，伫伊的面前讲出我的患难。我的心神失志，将要昏去。你知我的路，伫我行的路，阴暗中甲我设落网。求你看我的正面，伫遐无人为我话，无所在通觅，嘛无人关心我。上主啊，我对你哀求讲。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要活的伫是
你是我的一切，求你爱空听我的求叫，因为我陷落伫上悲惨的地步。求你救我脱离困逼我的人，因为因比我较强。求你救我脱出监牢，通互我称赞你的名。义人会围围伫我的身边，因为你用恩典对待我。感谢上帝，护着阮正做本道，也求主帮助阮会当谦卑来军队，无叫阮骄傲，亲像犹太人共款，领做家己是心肝肝来得罪上帝，是互人受害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